今年台南的柳丁产期到明年1月，农民现在已经采收7成。第市府农会启动相关的机制，目前价销稳定。加上东山、白河、甲六甲等产地柳丁品质真好，所以市长黄伟哲第年底最后一天，甲一民代贵宾以新鲜现摘的方式来处理比赛，鼓励大家啉天然健康的柳丁汁。3、2、1，开始。好，我们看到呢，现在各位长官贵宾呢，大家都是真的蛮利落的呢看到我们局长呢动作还是蛮快的那我们的蔡议员呢，似乎想要靠比较大。对于柳丁，因为进入盛产期，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说呼吁，除了上电视购物台去推广柳丁之外，我们也发动市政府内各局处大家来团购。那事实上，柳丁的价格都还相当的平稳，还不错。市长促销柳丁，希望带动买气。同时，市府员工日前嘛发起团购，各局处预定拥有将近3吨的量。除了农业局上济，第2名就是都华局。商务市长嘛亲自颁奖，感谢员工用行动来支持在地农产。同时，农业局伫记者会现场嘛以盛怀乌麻煮起麻油鸡汤，由市长甲议员分别南上各菜各油的高丽菜，赶快要推荐给大家，会当伫冷冷的跨年来吃，上着时着味。电视新闻，军职何乔芳采访报道。